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的初选，今仔日开始登记。立委王世坚专工带3个王世坚派系家仔囝去登记。西番头搁倒来选议员的前立委高嘉瑜嘛来登记。王世坚话讲大材小用咯，讲高嘉瑜应该选市长。讲其实高嘉瑜本地想要甲王世坚拍招呼，但是王世坚调故意闪掉，是让这个气氛有淡薄仔硬摇。前立委高嘉瑜伫咧门口等，就是等袂到立委王世坚，不过等到高嘉瑜先登记台北市议员初选。另外一边，王世坚是正着急要离开。坚哥走了。坚哥走了。太尴尬，他可能害羞，不好意思。讲要赶开会，不过看起来介硬摇，嘛可能是因为王世坚在受访的时是安尼讲。哎呦，他大概是来登记市长的吧？他来回国选议员，这个倒是蛮意外的啦。他登记市长，我就一定去陪他。坚哥是非常的谦虚，带动整个全台湾2026的选战。那我相信唯有王世坚委员，他有这样子的人气跟声量。两个人互相拢讲对方是选台北市长上强的人选，迎战立业初选，王世坚带伊的家仔囝规定来拼战，那高嘉瑜是孤一人。毕竟的过去伫咧港澳摕到第一关票真济届，有超级吸票几之称。2018年，佫捌摕34000多票。高票当选，和当年议员王浩伟争做落选头。所有的票几乎投在高嘉瑜的身上，因为他是最高票，全国第一高票，所以那时候王孝伟落选，也希望高委员也能够手下留情。我们还是有4席的空间，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团结，票民进党。甲王浩伟无共，原本侯明华嘛要申请到党中央刷临时改行程，或者是无想要甲高嘉瑜共时间来增加话题。这个将有人气的高嘉瑜搁再转来，港澳区谁会当连任，谁搁会争做落选头。就算高嘉瑜强调会甲其他的人联合参选，不过个人拍拼，谁拢唔敢凊彩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